上课好学吧，下课忘人讲。一礼拜一堂课，好了又唔记得。學校教學法到底有冇嘅問題？玩我模擬，玩幾多？好搞片。就是他有些课文，他们讲的事情可能平常事情不会发生。就我觉得可以再像现实生活一点，不然不知道现实生活这一句话要怎么讲。一禮拜張上100課，100張差不多40分鐘聽。一个礼拜英文课上5节，我都记不起来。說得太好了。但是到了国中之后，就是完全没有了，一点点就50分钟就让出来也不行，就不知道在小气什么。老师会在上课的时候来问说班上有谁是客家人，我就会举手，然后全班就说哦客家人哦客家人，感觉在笑我一样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向日葵，歡迎收看呢個禮拜嘅社會事件簿。了解禮拜社會事件簿係萬我模擬傳統30節目嘅最尾之時，除了現場嘅數比較社會，強我加強到世界貼片裏邊嚟到係你嘅現場。好，希望大家呢個禮拜嘅節目，你正常嘅方式係直接教育社會嘅題目，所以你嚴肅嚟看，呢啲就哪一啲問題係啦。好高嘅模擬教育有關係，睇下嚟看到嘅係行業課老教嘅內容，搶人下模實際用得多嘅機會。就是他有些課文，他們講的事情可能平常事情不會發生。他說阿迪古有一天在電線桿上沒有電線桿，然後腳一直在這樣踢，然後所以他就有人用掃把打到他的手，然後把手打到骨折。所以我覺得這種有些事情就是不太會發生在我們的現實生活。對，印象很深刻的是課本裡面有一課，什麼青蛙和什麼什麼在玩耍，很童謠的東西。那其實就是我是認為說，我們要學的應該是平常可以對話的那一種，不要那麼不太現實，就我覺得可以再像現實生活一點，不然不知道現實生活這一句話要怎麼講。OK，係陳先生對安慰狀況，你嘅教會過程有發現有安慰問題？像你嘛，這個問題哦，有青島學生嘅有講，因為這課嘅標題就係用為按讀後，唔講啊，幹嘛？這就是考驗老師他的教學的方法跟策略的運用。那像我自己在教授這一課的時候，我通常會把它轉換情境，孩子會有這樣的反應，說太扯了吧，哪有這麼衰的事情？太拋夢了哦。對，他們就這樣跟我講，那我就說，那不然你平常生活中有冇個事情會按讀後？我就去訪問孩子，就讓他們自己說。他那個教材設計的那個其實是一個有點像故事嘛，他的目的可能是想要在那一個課程裡面教你幾個詞彙，或者是教你幾個使用。你剛剛講的一個重點啦，就是老師們啊，就是現場的老師們，他怎麼樣去活化那個課程，就是任何一個看起來像是舊的那個教材，它還是可以跟現代的生活做很好的一些連接嘛。什麼來告訴我？你嚴肅來看，你是有聽一張問題而搶高的係乜嘅咧？李子想要問，好像先生個高的搶人本，我吃到都唔生氣，因為李子今天不在現場，我想有排斥要搶高一下你現場的陳先生。本帶送學發生喺清晨期嘅一件事情啊，嗰時候社會會感覺講，覺得很單調、很無趣。那是不是有時候由你們主動提出來，去告訴老師說，老師，我有一個什麼樣子的遊戲，或有什麼樣的活動，我可以套用在這裡，套用在這個語詞。那我們是來玩個語詞遊戲。如果當老師還沒有想法的時候，其實我覺得我們是可以主動提出來的。其實我們上課就是最常使用到詞彙，算是那個警察抓小偷。就是那時候，就是每個人桌上會擺一張死卡，然後就是每個人坐在椅子上，然後一個警察跟一個小偷，
然后警察去抓小偷嘛，小偷要去抓替死鬼，然后呢，他就去碰，可能就是你去找一个你会的词汇，然后拍的那个坐在那边那个位置同学的背，然后跟他讲说这个词汇要怎么念，他就得站起来当替死鬼，然后他要去找下一个替死鬼这样子。刚刚秀秀说就是运用游戏，那这样我们可能上课会比较有精神，然后也比较有那个兴趣。老师马上来进行课语小欧现场教学。其实，在教学理念里面，我一直倾向于就是快乐学习，学习快乐，所以就秉持着这样子理念，我一直在教学方式跟策略上在一直做一些突破。那我觉得我碰到比较大的困境是，因为我自己是资源教师，那资源教师在教学的现场上，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。哦，资源教师没有资源呐。是的，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讽刺哈。对，甚至连教具都是。那我很多的教具都是跟英文老师要来的。我们现在教一下游戏哈，要在发通完之后，每位走露出，一个都要传，一个都要传。每位唔拿嘅下位，练下嘅身体，一零，练一零，全部下一位好。露出爱练两零，全部下一位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一条山路111，两节复查222，上衣姑娘333，新叶头发 ，Wonderful，哎呀，露出哥哥露出哥哥，610露出20，好，停，好，当他猫跟老鼠都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算抓到了，处罚没有了。好，看哪底会想我干？凤雞，啊，都得轻飘轻飘。除了2个问题，接下来我们再看小欧们对于课语在学校教多多马个冲口啊。2问题啊，大家紧都来讲，一礼拜张送100块，100张差不多40分钟听。年代我都告诉你都还袂讲的吼，一条山路嘛该吼，结果下礼拜转了又唔记得几多条。我1个礼拜英文课上5节，我都记不起来。说的太好了，正确。哎，我冲空的时间，你时间是按有限，因为其他线上也送几条课啊，看用个啥？所以目前校委會有2個方式，第一個方式就是講我哋要推動一個很多沉浸式的教育，就講我平常時我就用客家去教國語、數學等等科目。我哋其實上課係俾佢講嘅松鼠先生的麵包的事情。大家好，我哋養煮嘅麵包係金瓜牛腐糙米麵包。跟安尼現在翻唔是特別去學客家，平常時候你學別的科目嘅下，你就談一道客家。個聽嘅方式就係你下要推動一個學，大家啲講唔到學教度學要國文、英文、數學咧，人都固定嘅課程，就教育部規定嘅課程。除咗呢以外呢，特星期其實係要是那個課程嘅時間嗬，係。學教度方佢做得自家嘅天叫愛上麥嘅課程，佢做得發展佢學教度方嘅特色嘅人都校定課程，所以校委會咧下就係同學教度方共同推動，唔愛上人嘅學教度方嘅特色嘅課程嘅下學，唔同客家學融入去咧教學當中。我很想問那個處長，如果之後要教的話，是教在有閩南人跟客家人的課堂上面嗎？還是只有客家人的課堂上面？然後再加上用客語教國語、歷史之類的是，因為歷史本來就有一門課，那如何用客語教學生歷史？我這對，他要是客語老師還是歷史老師，然後我行年年每天有歷史的專業訓練，佢要有蠻前蠻我欣賞嘅。所以你當初以後咧，你愛做安尼沉浸式教學嘅學教，唔就係講學生嘅嗬，希望佢可能係有大部分都係客家人，嗰係用我哋會用漸進式的方式，唔係一下就係全部就用客家。問題從近不遠，你是不是啥時候？不是新北就台北，都在都會區。所以沉浸式的教學嗬，目前推動嘅嗬，大部分就係到客莊嘅學教，特別像屏東、像高雄嘅閩南，苗栗要當同學教佢推動都當好，嗰係要佢
他大部分哦做安尼曾经是教學係其實喺度幼稚園開始，因為幼稚園無所謂乜個科目吼，佢就教了當中佢就學會學法，所以講他就是講到講給乜啥來教，就師資就很重要，就係會學法欣賞，可比國文的欣賞，唔係會學法的國文欣賞。剛剛文字嘛，剛剛有講說，就不知道怎麼用客家話來上什麼數學啊、歷史，但其實你去換一個角度，那為什麼華語可以上數學和歷史，但是客語不行？用一個角度去想說，其實每一種語言它都可以去上任何的學科，不是不能做，而是要怎麼做到才是最重要的。那幹嘛曾經是給搞好這個理念，其實是非常棒的，尤其是學語言來說。是非常棒的，只是說我會覺得這個是一條比較漫長的路，就是像處長所說的是漸進式的。那像文字跟問題應該是講，現在為請按你欣賞，知道歷史，連你考請搞行業欣賞都唔拿咧，係請我行業做嚟搞書號，做嚟搞沙飛嘅欣賞，係上開拍係咩啲師徒人看得到嘅。對，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非常的難，不容易。我覺得剛剛處長有提到一個非常好的方式是客語生活學校，那我們就是利用其他的時間，比方說暑假的期間，或者是說每個禮拜6日我們會辦一個親子共學營，就用這個來補時數的不足。那我覺得學了又忘，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。乜嘢都共用啊？對，什麼都一樣，忘了再學嘛。因為心理學裡面都已經講了，要有21天這樣的一個週期。忘當中再去記憶，從記憶當中再去遺忘，所以我覺得遺忘是學習過程一個必經的，是很正常的，所以不用這麼擔憂。所以唔記得唔是講，你養好時候，你先歇困一下，廣告之後，啱之後來看，到底現場嘅時候，還有哪啲其他問題要參考現場嘅教學，啱之前來。如果轉到你節目嘅現場，啱住來看，小朋友哪啲問題？哦，嘿嘿，有人會知道，客家話是老頭白語言，最多到現代新詞，你冇咁陌生用嘅啥？我覺得客語那個，如果是它有些詞，它講起來真的很有客語的味道，因為這是中文沒有的。可是中文有的詞，客語也不一定會有。然後有些真的照字面翻，我就會覺得很沒有誠意的感覺。是，比較有一部電影演的《Lost in Translation》，愛情是不能翻譯的。其實語言之間也很多東西，相信老師一定知道。你但想安用，唯獨姓詞啊，文字有去挑戰阿公咧，來看該世界幾條嘅封面畫面。阿公觉得，我有学到一些很新的词，就是最近才出来的。可是他客家话没有，然后有些是照讲、照翻、照字面上翻。你要講乜嘅東西，又係講乜嘅話，又係講乜嘅東西，你冇講出來時，你有冇法度解釋啦？可是客家話沒有，然後這樣子的話，我們乜嘅東西客家話沒有？第一題，這個落地窗。落地窗，呢啲東西有乜講呢？落地窗呢啲東西哦，是在難講啊呢啲啊，在窗門嘛係麼咯？啊窗門是全部就是表示天下度面當嘅，哦，可以關嚟關去嘅，係麼咯嗬？啊按照落地窗嘛，係麼咯？哎，今年你不看沒有走啊？哎，下一個抽象，抽象，你看你。你人生做當做東西係麼咯？嗬，做好心壞心來講係麼咯？嗬，有人認識好心嘅認識嘅那裡，應該好嘅人手起來，嗬，講本台自家談，係麼咯？
就小米也好，饭是也好嘛，按照抽象嘛。热量的客语，也叫热量哦，热量这东西，热量哦，哎，热量啦。你热量这东西要当热量，这东西是讲系吸东西落吞落去热量的啊。我要替阿公说一句话。我喺度客家電視台播新聞播了我15年、14年呢哈。客家電視台我們自己也遇到很多這樣的狀況。我每天的新聞裡面，我每天中午播新聞都會遇到很多新詞。我們偶爾也跟着與時俱進創新詞。比方說，我講一個例子，老師們不知道，可能老師們沒有聽過 ，K 他命，吸毒 ，K 他命。係啊，吃只反過來。哦，你會反，你會反頭。我講係從高速講嘅食土吧，係食土。不是，嫌犯持有27公斤的 K 他命。哦。老師這句話怎麼講？好一下哦 ，K 假命 ，K 假命，啃他的命。怎麼樣？不應該掌聲一下嗎？哎，我真的，我新聞 K 他命我就播 K 假命。有沒有客語與時俱進的例子？當然有。那我不知道老師們針對現在新詞我們遇到的挑戰，或是客委會這邊有沒有一些做法？因為它在整個現代化的這個社會發展的過程裡面，它需要不斷的溝通的時候，它就會創造那樣子一個新詞。那客語在台灣這個社會裡面，或者是在整個世界的時候，它沒有扮演那個整個現代化過程裡頭溝通的那個媒介。所以客委會有扮演一個角色，是講為了條新的新詞啊。你自己有聽一隻標準也講，俾大家參考嘅經驗。客委會同賴老師有合作一個計劃，就講安尼行業的語料庫。咱咪就講吼，教文字啊，有講到講，你去查唔到。我咱班有一個語料庫，我就會有安尼功能，就講我想去查新詞。你目前喺5年計劃，你還係作為1年lang咧，嘿。南北就會有一個部分就會新詞。4年後你們就有一個新詞資料庫可以查了。不止新詞，現在已經開始了。肉骨語言呢，咪全部都屬於到啲杜行，做一個動態工廠。你看賴老師動都會做當中。阿總哥，新詞你大概讀到，你要主持節目，其他人有冇人來面對這樣的問題？我讀到進度呢。你後上太上講錄節目的時間，上次大家會講到，尤其是流行語。流行語的時候是最難翻成客家話，比如說傻眼貓咪、無眼薯條、黑人問號，這到底要怎麼翻成客家話？我們的來賓他把傻眼貓咪，他就真的照着詞彙切割，然後傻眼，那客家話應該是懵態，但是他就想要把傻眼2個字故意翻出來，就是他就翻成懵沒有哎，所以我就覺得他給一些年輕人有一種新的想象，就是說，你嘅客話唔單唱，係鑼鼓嘅阿公阿婆講嘅話，你倆嘅師徒嘅行業，咪會做得來講嘅客話。下一個問題，從我來看，要做貴種嘅，結果年代好多唔會難咩，貴種以後啥團體咧。在學校很少講客語，然後是借由這一堂課，所以才可以跟老師有這種互動。但是到了國中之後，就是完全沒有，就連那種時間一點點就50分鐘就讓出來也不行，就不知道在小氣什麼。那實際上我現在碰到的問題，應該他讀到跟問題係貴族大部分他們是用社團的方式，6禮拜100。哦，喊他社。對，他也沒有什麼就是選修讓孩子修，他就是用社團的方式，6禮拜100。不過假使喺某學生嘅線，佢哋就唔會開。不過大部分的學校，他們不會把這個訊息說出去。唔會主動去公布。對，唔會主動去公布講啊，我有一隻社團啊，小朋友做得了好。像我自己嘅4年的貴族3年，基本上唔識，沒有修過這樣的一個客語社團。你睇你嘅教育現場吼，係咪有辦法用政策，也用其他嘅方式，做咧本地嘅人做持續嘅學習養成？
目前有一个法律，很多国家语言发展法、国家语言的发展法，目前喺度进度喺咧下度立法院喺当听当中，是，但都佢正式公布来实行了以后，南北就是国民基本教育，就是一直从小学到高中国家语言就是列入固定课程，每周得是先客家话。哦，所以接下来一样了，就是你们的学弟妹们可以受惠，所以大家辛苦一点，你们有心，我们就自己学。所以还有问题，来看，请问以上问题，记得要问的係乜嘢？好行業嚇，竟然有人都好夠講客，我本同學從前條條唔注意，也係講本人少啊。因为我在学校就是可能会讲一些客语，就是可能课堂上，那我就讲了，他们就会说你到底在说什么，很奇怪，哈哈哈，你腔调什么的，就是他们不懂这个语言，可是他们还是一直要去说他很奇怪，很奇怪。就是我们班上现在就有3个客家人，然后有一个他一直不敢说自己是客家人，是因为已经有一个就是班上人都会说他客家人都很穷啦。很白目啦，很小气，真的是很不要脸呢。他就这样，对，就是一直贴标签，对，超严重。老师有时候会在，老师会在上课的时候问，就是教有关客语的东西的时候，或者是文化的东西的时候，他会问说班上有谁是客家人，我就会举手，就只有我一个人举手，我就很尴尬，然后全班就说客家人哦，客家人，感觉在笑我一样。然后有时候下课的时候就会跟我说，你是客家人，那你会讲客家话吗？我就说会啊，然后就说，那你讲几句试试看。我就讲，然后说，好奇怪哦，他们开始那边就是讲一些有的没的，对。我其实蛮愿意跟同学说我是客家人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就是没有什么好不能说的。我就跟同学说我是客家人之后，他就说你们有应景精神哦。感觉很像是在询问一个国外的学生来，然后你问他有什么文化一样，就会说，那你有没有吃过姜丝炒大肠？就很怪，我当然有很偏见的在看待你的身份。然后当我觉得上课有某一句话，我觉得用客语呈现特别有味道，我就会讲出来，然后跟我隔壁桌同学分享，然后他就说，是哦。然后我整个就傻眼，凝结，我就被句点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是我老师常常问我们班上谁是客家人，我就会举手啊。然后有一次在吃午餐的时候，我们同学他就问我说，因为我们有吃到客家小炒，他就问我说客家小炒怎么吃，我就不是客家小炒怎么说？怎么说啦？对，怎么吃？我想是用嘴巴吃吧。然后我就跟他说哈嘎是有炒，然后他们听了就在那里笑，哈嘎炒肉，对，就是那个炒字，他们就会故意强调那个，把它当做那个脏话在念。尤其喺出外冇想到，你推动研究嘅，2003年有哈維飛，2004年有客家電視台，15年、16年研究時間，教育現場小學要讀到我冇聽係雙眼同英文嘅，你喺第一排堂度也係你做有耳聞嘅。咩喺第一排堂度，真係洋葱啊，係嚇到。所以講到國家語言發展法，第二有一個輕重要嘅精神就講。簡單嚟講咧，好多行業咧、原住民咧，全部都係國家語言，佢都係平等嘅。大家都唔得因為唔係那一種法，唔就歧視他。我係相信啦，至少都安尼都學教都很好，就係欣賞好，慢慢的兩個兄弟喺一直教育的過程本，慢慢的本大家的改變。所以在30年前，為什麼我們有很多的前輩而行出來？30年過後，還係有人現象，像大家還係健康啊，很努力。我高中的時候應該有，對，因為有閩南人。台北頭也係。冇，我都種啦，都高中。嗰時間乜嘅錢？有後來的同學就會講，你們客家人啊，你們都住在山上啊，你們每天都採茶。愛山的啊。你們客家人都很小氣，對不對？
所以这个刻板印象，对，就像我们宪法说，不会因为你的性别、性倾向、你的族群、种族，甚至是你的宗教，而去对你做任何的不平等的对待嘛。那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的教育层面要很加强部分，就是我们除了在学科以外，最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每一个不同的语言。那像这样子的话，那可能这个人他也会去对新住民、原住民，甚至其他少数族群做同样的事情嘛。从一个相对的概念，其实客家人已经不算少了，在台湾调查上的显示是将近450万啊，总故宫那个新住民怎么办？那原住民怎么办？他占的数量更少，是不是在这个状态之下，他可能会更显得势单力薄？来，今天非常感谢4位特别来宾，跟我们11位所有现场的小欧。对两位，我用这啲嘅時間向大家報告一件事情。今日唔單場係你萬我夢兒傳統3節特別節目嘅最美角色，同時就係4時間半了解節目嘅最美角色。2005年了解節目開播。到2010年2月來，因做了144嘅節目咧。你那個2場金鐘獎，還另外參加過普廣國嘅獎戰超過10集。不過，其實本你所有嘅工作同仁最感動嘅是你天氣挑戰嘅觀眾朋友，你嘅鼓勵老支持。所以對兩位老大家講，雖然講多時間大家天氣上看唔到4時間半，我所有144嘅節目內容都會變得明如蛋糕，大家隨時做嚟重複嚟分享。當然，也請大家仍然來記得了解以上嘅放送條。4位時間破，拜。我不死啦！